大家好，我是 Denzin Dendar， 欢迎收看丹达独豆的4分钟藏语教室。好久没有吃印度菜了，今天呢要跟好朋友一起去印度村吃印度菜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我们现在在3轮车上，准备要去印度村了。骑车骑到一半，遇到了一群羊，我们要穿过羊群。经过一阵子的颠簸，终于到了印度村了。现在要去我们今天要用餐的餐厅。这个十字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，所以大家就各凭本领，抓准时机，看准缝隙，自行穿越过马路。眼前的这一栋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用餐的餐厅。第一道菜呢是 Sira， 它是用小麦碎粒做成的像布丁的甜品。第二道菜呢是 Masala Dosa， 综合香料卷饼。Masala 呢是香料的总称， Dosa 呢是一种用米浆下去煎成的脆饼，有一点像可丽饼。那这一份 Dosa 呢大约有半截手臂那么长。Masala Dosa 翻过来，里面包的是 Aloo Sabji， 就是用马铃薯跟其他香料去炒成的菜。那 Dosa 呢，它会配上甜的椰子酱以及一个咸的酱汁。第3道端上来的是 Idli， 它是蒸的米浆糕。那一样呢，它会附上椰子酱以及咸的汤汁。最后端上桌的这一道呢是 Pepper Dosa，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Dosa 的超长版，大概有60-70公分，有我们用餐的桌子那么长。那它端上桌的时候呢，是用2个盘子把它架起来端上桌。你要不要用手看一下它有多长？这样子，大概这么长。今天这一顿呢，吃了235块卢币，以当天的汇率来算的话，应该是台币90块，非常的便宜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再到一家 Green Cold Drinks 喝现榨的甘蔗汁，还有 lassi。شكرا新鲜现榨的甘蔗汁。我们刚才喝的这个是原汁，
就是甘蔗现榨，没有加任何水，没有掺任何水的那个甘蔗甜汁。这个是lassi，有一点类似我们台湾的优酪乳，但是比优酪乳还要浓稠，很好喝。看了那么多好吃的食物以后，这一集呢，我们来学如何问食物美不美味、好吃吗，以及回答好吃和不好吃的藏语。形容食物味道美味、好吃，藏语呢叫做醒波，醒波，或者是醒吧，醒吧。醒波醒吧就是形容食物美味、好吃、好喝的意思。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说好吃吗、美味吗、好喝吗，我们可以说醒波杜贝，醒波杜贝，杜是有存在的意思，贝在句尾当成问句，所以醒波杜贝就是在问说这个东西尝起来美味吗？好吃吗？好喝吗的意思。那如果好吃好喝，我们就可以说醒波肚，醒波肚。那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不好喝，可以说醒波敏肚，醒波敏肚。米在这边呢是当否定词，所以醒波敏肚就是不好吃不好喝的意思。那如果我们把句子加长，卡拉醒波肚贝，卡拉醒波肚贝，卡拉我们之前学过的是食物，所以卡拉醒波肚贝就是在问说这个东西吃起来好吃吗？那如果呢好吃，我们可以说卡拉醒波肚，卡拉醒波肚。那如果不好吃，我们就说卡拉醒波敏肚，卡拉醒波敏肚。那醒波醒吧，除了拿来形容食物美味以外，也可以形容气味很香。气味藏语呢叫做吉妈，吉妈，所以吉妈醒波肚贝就是问说这个气味闻起来香吗？那如果它是香的，闻起来味道很香，我们可以说吉妈醒波肚，吉妈醒波肚。那如果它闻起来是臭的，味道不香，我们可以说吉妈醒波敏肚，吉妈醒波敏肚。那用餐结束，如果我们要问对方这顿饭好吃吗？我们在问的这顿餐是已经吃完了、吃过了，那我们可以用过去式，醒波种耸贝，醒波种耸贝。种是产生的过去式，怂指的是已经过了，相当于我们中文字的了。贝呢在句尾呢当成问句，所以醒波种耸贝就是在问说你已经吃过的那一餐好吃吗？美味吗的意思。那如果我们要说好吃，我们可以说卡拉醒波种耸，卡拉醒波种耸，或者是短一点，卡拉醒波种，卡拉醒波种。那如果不好吃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说醒波种马松，醒波种马松。马在这边呢是当成否定词，所以种马松就是没有产生，醒波种马松就是不好吃，没有产生美味的感觉的意思。醒波种马松。那如果要讲短一点，我们可以说醒波马种，醒波马种。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，醒波，醒波，醒吧，醒吧，卡拉醒波肚贝，卡拉醒波肚贝，卡拉醒波肚，卡拉醒波肚，卡拉醒波敏肚，卡拉醒波敏肚，吉妈醒波肚贝，吉妈醒波肚贝，吉妈醒波肚，吉妈醒波肚。吉妈醒波敏肚，吉妈醒波敏肚。卡拉醒波种耸贝，卡拉醒波种耸贝，卡拉醒波种耸，卡拉醒波种耸，卡拉醒波种马诵，卡拉醒波种马诵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。
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再见。